桥清水。苏州光福镇是一座嵌入太湖的半岛，公交653路从镇区出发，沿太湖岸线行驶，一路观赏太湖风情。铜坑山，当地俗称乌山、乌山头，海拔不到100米。东滨西烟湖，北有铜坑港、铜坑桥以及通向太湖的铜坑口。光福全镇境遇丘陵起伏，群山环抱，山体沿太湖呈东北至西南走向。苏州公交653路沿光福西太湖岸线公路行驶。都图制是元代乡里制度，元初改宋乡里为都图，实行都图制。如苏州吴江有7都、8都，光福镇有13图、14图，地名延续至今。图原为征收赋税的田亩图，都为总田亩图，都图制的推行，利于赋税的征收，也方便在地图上搜索地名。现在这里的行政区划都属于香雪村，位于光福镇的西面，北临西烟湖，西靠太湖，村中山峰环绕，自然风景优美。全国闻名的香雪海旅游风景点就坐落于村中，全村占地面积 15.05 平方公里，由香雪村、铜坑村、窑上村、潭东村合并而来。香雪海所在的叫吴家山，北面是关山、铜坑山，西面是铜井山，光福境内第3高峰，海拔231米，在西侧是西气山及太湖。被山峦太湖包围的地区叫窑上，成了一个世外桃源。这片地理环境在光福堪称奇特，3面为山，1面临湖，世代居住在这里的百姓出行十分困难。上世纪以前，即便是上光福集镇，亦需要翻越关山岭至鄢陵2重山。解放后，政府开凿关山岭，建了窑上路。本世纪又建设了沿太湖公路，交通十分便捷。但是以前去窑上游览，仍然要徒步窑上路。如今新开通的公交653路沿太湖公路行驶，一面是珠峰山峦，
一面是浩瀚太湖，成为一条美丽的旅游景观线路。